上道该是未来佛，佛本成愿来三无，问问贤道可知否？今生何离何一算？咱到这做一个一段的，大家参考啦吼。咱谢公老师是咱三泽普渡的大名师，也嘛咱的师尊。因为咱今仔日拢是师尊师母的弟子，所以因此，伊就甲咱讲咱上道字，拢是未来佛，咱未来的佛啊。啊，这未来佛的嘛，会当做两个解说。这就是讲，咱即摆是避讳五味有无？释迦佛伫5月，啊，咱即摆伫白羊应文伫未初，未的开始，初期开始，所以因此嘛是避讳要成的佛，也嘛是还未成的佛，安尼啦吼。因为咱若成佛就无即个肉体啊，啊，所以咱即拢是还未成的佛，啊，咱拢会成佛，咱若食有饭，讲有话，做有事，请问安尼咱会成佛袂？会袂？较大声答应咧，无要紧啦，会袂？会啦，咱要有信心嘛。啊，咱若袂成佛，咱得道受就要用啦，对无？所以咱来肯定讲，咱一定会成佛。啊，若要成佛，毋是讲想讲，啊，我都无责任，啊，人有叫来听，啊，无叫就拄好，要有工课来做，啊，无工课就拄好带出去佚佗，安尼毋对。咱爱想讲要如何，互咱的道亲会当明理，互咱的道亲会当对道的认识搁较重，搁会当呢带动伊来度化众生，这才真正是咱大家所要爱，因为